再来看主计总处公布，去年12月份的失业率是23档来的同期上低。今年头一季企业虽然对景气的态度是真保留，也毋过大部分拢有考虑讲要帮员工来加薪水。另外，调查嘛显示讲，投资顾问公司、保险、甲资讯科技，佮有餐饮饭店，这个产业上欠人。过年前话头路，有一寡人是为着要追求理想中的工作，有一寡人想要找较好的薪水。35岁邓先生就看好汽车零组件相关产业，即马正欠人，顺利找到新的头路，家己加薪水10000外块。有10几场的面试，对，那目前成功录取率也蛮高的，就2、3家已经确定说可以安排我年后工作。根据1月人力银行的调查统计，有5成8的企业正面看待今年第一季的景气，不过相比较去年是跌9%，整体的观望气氛正高。以企业投顾保险、资讯科技、餐饮带数3种产业，即马上欠人。伫咧人力银行即马总共有173000外的工作机会，尤其伫咧过年前抑个休寒这段期间，拢是餐饮带数业者大旺季。一个人是要做蛮多份的事情的，就可能你要结账啊，然后到送餐，然后再到可能还要帮内场洗碗。那在之前人力还没有完全补足的情况之下呢，又迎来旺季，所以很多在餐饮旅宿工作的这些企业主他们是更愿意，比如说加薪来征才，希望可以在这段时间抢到员工。企业为着要抢人才，即马找人更较有弹性。伫加薪水的幅度方面，今年有可能平均的调薪是3.8%，甲去年3.7%正晚。因若今年有51.5%的企业伫咧第一季有调薪水的计划，相比较去年的44.5%是小幅度增加。人力银行观察，虽然失业率创23年来的新高，但是伫第一季总体来讲，加薪水即马是意外有悬，也毋过幅度无大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